如果你屋企人抑鬱，請記住呢5條建議，佢可以最大程度咁幫助你同屋企人渡過難關。第一，佢要嘅理解，面對抑鬱嘅屋企人，你一定會勸佢冇咩咁辛苦啊，諗開啲，揾啲開心嘅事，你就可以振作起身。有啲時候其實你內心耗盡，你好難理解佢哋嘅時候，都會同佢打標籤，攞一個判斷嘅，就係你好得閒啊，你咁樣係逃避喎，你咁樣係無病呻吟喎。其實從佢哋抑鬱嗰一刻開始，你同佢嘅世界就已經完全唔一樣。你睇到嘅同佢感受到嘅有非常大嘅區別。你可能好難咁設身處地，但你需要去理解佢，佢確實係痛苦嘅。而且呢個痛苦佢真正係存在嘅，所以你唔好嘗試用你嘅好方法去開導、去勸佢，盡可能咁去理解佢係痛苦嘅，咁已經 OK 啦。第二，有一啲人會進入到另一種嘅極端狀態，咁就係喂，佢病咗，佢精神病，佢黐線嘅，仲要好恐怖嗰種，所以你要遠離佢。當你冇辦法同佢分開嘅時候呢，其實你自己會陷入到極大嘅焦慮入邊，咁樣嘅情緒又好容易俾抑鬱嘅人識別同埋捕獲，從而進一步咧會令到佢有更大負擔，加重佢嘅抑鬱情緒。第三，當抑鬱或者焦慮發作嘅時候咧，往往佢哋嘅語言行動咧，其實會俾情緒誇大嘅，表現出一啲好唔真實嘅狀態。你記住，唔好理佢講咗乜嘢，做咗乜嘢，盡可能唔好在意。如果你仲愛佢嘅話，你需要同佢講，我會喺你身邊，唔好驚，呢一切都係暫時性嘅，唔理發生乜嘢，我都會陪住你一齊去面對。第四，任何嘅心理問題都只能夠自救，而唔係你嚟救。千祈唔好去扮演超人嘅角色，去幫助佢安排，甚至強迫佢接受治療。喺佢冇落定決心之前，你咁樣做，往往會帶嚟反效果。咁如果你企喺佢嘅對立面，只會令到情況越嚟越差。第五，如果佢已經開始服藥啦，咁就合理去睇待呢一切啦。就好似好多人會食降壓藥、打胰島素一樣。除低你嘅有色眼鏡，只有作為屋企人嘅你接納咗佢，佢先至有勇氣去接納佢自己。呢個就係對於抑鬱家屬嘅5個建議。最後仲要同你講，唔理你係你自己或者屋企人抑鬱啦，先唔好着急否定一切，要用科學嘅方法去面對同解決。抑鬱係可以被打敗嘅。